桃园有一个妈妈带囡仔到路德的国民运动中心，伫个儿童池陪囡仔游水，结果竟然互游泳池的排水孔吸掉咧，无法度震动。啊，事后脚趾片嘛留下一个深的排水孔的痕迹，伊是气甲找议员来定情。 高压水冲落来，互头皮做 SPA。平常时透早袂少民众到游泳池游泳放松一下，不过这煞暗藏危机。深黄色的水孔外分裂，印伫咧脚趾片，看了互人会惊。伫咧21号暗时6点，一个老母带囡仔到桃园路德国民运动中心，当时老母当咧囡仔池陪囡仔耍，脚趾片有较歪壁，想袂到就互排水孔吸掉，袂顶袂当，叫囡仔紧去找人来斗3工。事后脚趾片煞互吸一个真大分裂。因为这个吸力强大的排水口是在儿童池，如果连成人经过这个排水口都会突然被吸入，而且无法自行脱困。当下发现这个状况的话，我们立马就是救生员先测试一下它吸力有多强，然后立马关闭那个花洒的部分。互囡仔送的囡仔池煞暗藏危机，要安怎避免？救生的教练表示，即马较新的游泳池拢会有2个以上的排水孔，会使减少单一排水孔的吸力，甲互吸到的风险。不过上好也是保持1公尺半到2公尺。若互吸到嘛免惊吓，会使用机体也是枕头啊、豆豆啊，甲身体撒开就好。那相对它都被吸住，它没有办法来手动按这个按钮的。我们这个按钮，它是开身体。 那就是大声呼叫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遇到什么状况了，请救生员，请旁边的民众去协助你，把按停止掉。意外是料想袂到，不过发生的事，只要保持冷静，就会当降低伤害。这个排水孔的事件，相关单位已经了解状况，避免类似的代志再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